亚太城棒足球场完工了后，首场对外公开交流比赛由韩国职棒 NC 恐龙队对上台钢雄鹰。比赛开始进行，由市长温特担任开球嘉宾。3、2、1，请投出。好球，谢谢。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新崭新落成的亚太棒球训练中心主球场哈。那今天迎来主球场开幕的第一场这个球赛，由我们台湾的台钢雄鹰迎战这个韩国的 NC 恐龙队哈，两个球队都是强队，那也相信这个球场大家应该看起来客队都是非常满意的哈，那个球场的品质好，当然也要带动整体的棒球运动。温特表示，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是赖清德总统在台南市长任内规划兴建，意在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2019年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小棒主训球场完工启用后，后续阁完成内野练习场、新棒副球场以及室内投拍练习场。今年1月，新棒主球场竣工，成为国内规模上大、上完整的棒球训练基地。这个球场是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规划的。那么我们当然接了棒子之后，就把它招标建设完成。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焕然一新。那也期待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主球场能够带给所有参赛的球队以及所有的球迷最好的服务。体育局指出，韩国 NC 恐龙队24日对阵台钢雄鹰，接下来各一场，分别是25号对阵富邦悍将，26号对阵统一狮，27号对阵中信兄弟，3月1号对阵乐天桃园，2号对阵富邦悍将，3日各阵中信兄弟，4日对阵味全龙。其中26号、27号，中信兄弟嘛有来自韩国啦啦队甲应援团观赛，欢迎球迷入场看比赛，做伙来为选手加油。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